咁咧，今日要講嘅咧就係三角恒等式嘅證明啦。第一件事，咩叫恒等式咧？恒等式有個符號嘅，佢個符號咧就係三畫等於多一畫，恒等式啦。我哋之前咧學過三條恒等式㗎啦，喺中二嘅時間就學咗 a 加 b 乘 a 減 b 就等於翻 a 二次減 b 二次。或者我哋嘅 a 加 b 二次咧，就會等於翻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或者係 a 減 b 二次係等於翻 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可能係大家嘅噩夢。不過咧，我哋而家嘅三角恒等式咧，其實咧就已經之前教晒啦，就係嗰5條啫。tangent theta 等於翻 sin theta over cosine theta。第二條 sin theta 二次加 cosine theta 二次等於1。第三條我哋嘅 cosine 90度，我哋寫 sin 先啦。sin 90度減 theta 等於 cosine theta。第四條 cosine 90度減 theta 等於 sin theta。第五條 tangent 90度減 theta等於翻1 over tangent theta， 一共5條啫。不過凡親遇到題目字眼寫住大大隻字證明，呢件事呢 must be correct 嘅，一定啱嘅。你一定係計到左邊呢係會等於右手邊嘅。不過呢，佢有個格式要大家去跟一跟去寫。但係呢，如果個題目字眼呢寫住判斷啦 determines 咁嘅話呢，英文 determines 啊，咁就未必啱，即係可以有兩個 case 嘅，可以左邊等於右邊，或者係左邊唔等於右邊嘅。所以呢，我哋用嘅方法呢就係分左右咁樣寫，唔一次過去寫，唔會直接左右兩邊同步去進行嘅。我哋只係呢分開去寫，有個樣啦，我哋一定要，我哋永遠呢就係左邊左方解咗佢一轉先，跟住右方又將啲嘢簡化晒啦，解晒啦，然後俾3點我，倒轉3點，就話俾我知左方呢等唔等於右方，可以係等於啦，或者唔等於嘅，唔等於個符號啊。最後呢，你就答翻人，佢哋係咪恒等式啦？OK，恒等式 OK， 留意住啊，個格式大概就係咁樣，左右兩邊各自寫，然後俾個左邊等唔等於右邊嘅小總結我啦，然後最後因為佢左邊等於右邊，所以佢係恒等式。如果唔係，你就唔係啦。所以睇清楚題目個字眼究竟係邊種，究竟係證明啊，定話係我哋嘅判斷啦。我哋做2條。第一條呢度證明，即係我一定係計到左邊等於右邊，即係簡單啲嚟講，我紫色嘅呢一抽嘢，最後一定係計出 cosine theta。如果小技巧呢，就我可以直接寫等於 cosine theta 添。不過呢，其實你要有 step 先證明到啲嘢嘅，所以呢，我都希望大家寫步驟。我哋 A 題啦，我哋分別左右兩邊分開計，千祈唔好兩邊同時計，即係你唔好左邊計右邊計，因為有時題目如果係判斷呢，你計下一開始係等於嘅，去到最後呢就寫唔等於呢，呢個係有矛盾喺入邊嘅，所以我哋係分左右兩邊去計算。人哋都俾埋恒等式個符號你啦，所以呢件事呢係一定正確㗎啦，即係佢都已經叫你去證明恒等式啦，證明都一定啱啦。左方去用翻你之前學過嘅嘢，呢5條式去計啦。第一條 sin 90度減 theta 等於 1 over tangent theta， 第二條 cosine 90度減 theta 等於 1 over tangent theta， 第三條 tangent 90度減 theta 等於 2 over tangent theta， 第四條 cosine 90度減 theta 等於 1 over tangent theta， 第五條 sin 90度減 theta 等於 2 over tangent theta。
因為分母完全一樣，所以咧分母一樣咧，分子係可以合埋嘅。其實都係做緊一樣嘢，其實就係化簡緊你，同你之前做緊嘅一模一樣，都係做緊化簡。一減 sin theta 二次，你望下我哋之前講過呢啲式係可以千變萬化，其實佢仲有幾個樣嘅。咁啊，一減 sin theta 二次其實就等於翻 cos theta 二次啦。咁啊，應該分子分母就可以約咗佢啦。咁啊，約完之後咧，咁就應該得翻 cos theta。咁啊，請你右方有冇嘢要化簡都好，都寫一次出嚟。最後倒轉3點，因為左方等於右方，呢個係你嘅小總結嚟嘅。咁你答題目啦，所以咧佢哋係個恒等式，咁啊寫翻嗰句嘢出嚟就可以啦。咁就3分鐘試下 B 條，睇下可唔可以自己拆到。咁有時候你又可能睇下右邊一減 cos 二次會得嚟啲咩，去諗一諗點拆。望一望，如果我諗唔到左邊係啲咩 B 條，咁我可以先由右邊開始去考慮啦。一減 cos 二次 theta 二次，直接出 sin theta 二次啦。好啦，咁我就再去諗啦，點樣由紫色呢一邊左邊嘅嘢去變做 theta sin theta 二次咧？咁啊，再去慢慢砌個數字出嚟啦，砌翻條式出嚟啦。咁啊，凡親見 tangent 就直接將佢轉做 sin theta 除 cos theta 啦。二次方就大家都俾二次佢啦。放埋一齊係乘嘅意思，分子分母約咗，應該出 sin theta 二次，咁就可以答到啦。左方等於右方，所以佢都係一條恒等式，即係 identities。咁就完成晒成嚿嘢啦。咁啊，呢度都係訓練緊大家識唔識得化簡一啲數嘅啫，識得化簡就冇問題啦。都係用緊嗰5條式，咁啊練嚟練去都係化簡化簡。咁啊可以做埋呢度下邊啦，或者 ECW 7.9啦。